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真是浩浩荡荡啊！看来给咱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！你去队伍后面，截住他们，捡好东西拿。好的，大王。儿郎们，我们的女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眼巴巴的，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一趟了。一人为急，总比大家涉险要强。
骗奴婢，好歹是一个人的性命，就由奴婢去吧。刀剑无情，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担心的人。我把小冉托付给姑姑，千万要好生照顾她。不，给我公主，如果你有事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。默念看，月公主的主意不妨一试啊！你救了大家的命，请赦奴婢一拜。月公主舍生取义，救他人于水火，谋恼害人。将军不必多言，姐姐这种，你自己小心。姐姐，走。你们保护月公主不为。月儿，你还好吗？子歇，月儿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我挡着。不，子歇，子歇死，不能让月儿死。你快走。不，要死，月儿和子歇一起死。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武威，在，你去逗逗这个长得跟娘们似的男人。我来对付这个泼辣的蜀国公主。子歇，我来。我来。你是何人呢？在下楚人黄歇。阁下是谁？你管我是谁呢？子歇，小心！子歇，小心！剑都拿不稳，还敢跟老子交手呢？姐姐，你那个男人不中用的东西，不如跟随本王吧！
别吵了！子歇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不行了。大良道，王将军，李叔公主眼下如何？安然无恙。秦国大良造公孙衍拜见秘书公主。公主，公孙衍救驾来迟。大良造，月公主带人去引开了狄戎，先不知去向，怕是凶多吉少，还望大良造能够快派人去救他。原来如此，叔公主请放心，微臣马上派人去寻找公主。起什么哄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小心！疯丫头！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让他伤了你。不过你记住，我不在，你也不许伤他一根毫毛。还有你们，记住了吗？是。让我杀他，你杀了我吧！杀了你？哼！那我们这一趟岂不是白跑了？ 你们杀了我的子歇，既然我杀不了你们，那我就死给你们看！把他手绑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死又不让我死？哎，吵什么吵啊！为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人，我们这好男人多的是啊！你屁话！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他是我的命！你害死了他，我杀了你！ 谁看见你的男人死了啊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你把他打到悬崖底下了。那悬崖底下是湖泊，死得了死不了还不一定呢。
你说什么？你说子杰也许还没死。说不好，那可没准儿。真香啊！拿着。不饿呀？不饿我可饿了啊！真香。你们为何要抓我？自然是为了钱。你不像是普通的劫匪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猜。披发左衽，必为虎祖，北狄西戎。你们是狄，还是戎？丫头，看来你有点学识啊。东胡、林胡、楼烦，白狄、赤狄，西戎，还是义渠？义渠。义渠？义渠在秦国之西北，怎么跑到东南面来袭击我们？你知道你们袭击的人是谁吗？难道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？这买卖做得值啊！为了你大秦王后。哼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在你眼前的，不是什么大秦王后，我只是个陪嫁的应女，不值钱。你骗谁呢？啊，性子如此强悍，见识如此不凡，若非楚国公主，哪来的如此心性和教养？哼，你若不是王后，那这天底下就没有女人敢居于你之上了。哼，若是王后，身边怎么可能只带这么少的护卫？如此轻易落入你们的手中。不错，我的确是楚国公主，不过我是庶出为应。王后是我的姐姐，在被你们袭击的时候，我换了她的披风，为了引开你们。她此刻应该已经到商县了吧？哼！你果真不是狄公主？当然不是。抓你的时候我就起过疑心，如果你是驾驭秦王的新王后，哪会跑来这么一个小男人为你拼命？你的买卖亏本了。这王后的妹妹，多少也值几个钱吧，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。来，给你搬上车啊！哎，这箱子好沉呐！时间啊！我帮你搬。来，这边。这下好了啊！回去等着大王赏赐吧！啊，哎，可不少啊！有这一箱，赶紧把那个箱子搬过来！这里还有，快点！跑了！不来人呐！楚国公主跑了！大王。走啊！往前走！哎，别回去！可是主人呐！回来！他也算是个骑手啊！必须得把走人随便跟人走了。就是。
都散了吧。这马呀，是我们一群人的好朋友，他绝不会轻易离我们而去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黑子，那我就把它给你骑吧。但是记住啊，你不能用鞭子抽它，更不能猛勒缰绳。丫头，这一路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说话呀？有心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害怕了，不敢说话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面就是大三关隘口了，不知道秦人会不会因为迎亲队伍被劫，不让我们过关呢？别担心，他们的耳目应该没那么灵光。再说了，我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不用跟他们硬拼，我自有办法。这就是过关的符节，拿给他们看。好，去吧。哈。王到，舒儿，大王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你平安就好。求大王救救月儿。月儿，大王，月儿就是那个会使软鞭的小丫头。听说这次全靠她穿着舒公主的披风引开了一群人，才保住了公主的周全。寡人记得她。来，既然如此，义渠那边要想想办法。大王不妨找大良造公孙衍商议一下，让他推荐个合适的人选。公孙衍一直主张与魏国亲近，反对与楚国联姻，恐怕对此事不会热心。大王，这就是我的义渠王宫，怎么样？还合你的意吧？哎，丫头，既然你不是王后，那不如留在我们义渠，嫁给我们大王。大王可是义渠之王啊！对呀，不比那大秦之王强吧？是吧？是。你个疯丫头！这丫头的脾气像我们义渠的女人。你们听好了，我是楚国公主，是秦王后的亲妹妹。你们言语间再有轻薄之意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真是好笑啊！你现在明明在我手里，却要对我说不客气。哼！大王，再敢无礼，我就杀了我自己。哎，别，我不动啊！滚出去！你这是何苦呢？我不就是把你抓回来了吗？我又没对你怎么样，你干嘛要杀我？又要死给我看？你们把我的子谢打下了悬崖，我即使杀了你们，也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我有机会便要杀了你们，我若是杀不了你们，我就随他一起去。
你以为本王缺女人非你不可呀？本王让你看看。来。去年义渠王翟离的叔父曾到咸阳，请求我大秦助他一臂之力，夺取王位。大王没有允诺。照理说，那义渠王是得了大王偌大的好处的，理应知恩图报，怎会突然起意劫持新王后的迎亲队伍？此事的确有些蹊跷。父王，那些狄戎之辈如此蛮横无理，儿臣愿带兵前往征剿。眼下不是和义渠交战的时候，义渠人草原游牧，大军围剿不易，而且他们刚刚伏击了寡人的迎亲队伍，必定十分惊醒。大王说的是，此事不宜动兵，该派个妥当之人前去义渠赎回月公主。大秦颇费周折，才与楚国联姻，迎来了新王后，而那义渠王劫去的女子，不过是一个陪嫁的应妾而已。我以为不必如此小题大做。义渠人一向胆大妄为，若不派人前去交涉，恐怕义渠人会以为我们大秦好欺。客卿张仪一向寡人自荐，愿赴义渠赎回月公主。那个张仪却也能言善辩，寡人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就由张仪带人前往义渠，如何？只是张仪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若是……那就加个熟悉当地情形的人跟他去吧。据寡人所知，雍瑞曾经见过那义渠人，就派他去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公主，这2日住在我这儿，没什么不习惯的吧？把鸟关在笼子里，还需要跟他商量笼子大小吗？谁说要关你了？哎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公主若是待烦了，就陪她出去走走。是，我不过是你的囚徒，在这里走和在外面走有何区别？这……你看，我的手下把你当成贵客，以礼相待，这你就算真是个狄公主，嫁到秦国做王后，也不过如此。可笑！义渠自己还向秦国称臣，想称王，谁会承认？谁能臣服？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没错，1年之前我父王去世，部族内乱，秦国趁机来袭，我们不得已才称臣。可那只是权宜之计，等我们义渠人缓过这口气来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马匹和牧人。你看到了啊，我的兵组比秦人的更强悍，我的骑兵比秦人的兵车更灵活，总有一日，我会让秦人向我称臣。但是你们没有关爱城池，没有耕地粮食。我们义渠人是草原之子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何必要什么关爱城池呢？唉。说你愚笨都是抬举。管子设计关爱城池，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夷狄的办法。对付我们？笑话！别以为仗着兵强马壮就可以耀武扬威。你们若没有关爱城池，就不能储备粮食交易物品。一遇灾年，草场荒芜，牛马无草可食，就会饿死。再强的部族也会一夕没落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
一定是这样。因为你们的草场受灾，所以尽管你们已经对秦投降称臣，却还是要不顾风险来劫持王后车队，以此来要挟秦国，来换取你们部族活命的粮食。没错，我们义渠人本来是草原之王，潇洒放纵于天地之间，无奈天灾，不得已受人之托，拿一些回报。但是我们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谁都做不了义渠人的主。哼！老吴，上马！老吴，你知道管子是谁吗？嘿，今天啊，这世上还有你老吴不知道的事儿啊！当初有人花重金让我们劫杀秦王后，可那个丫头到手却是个假的，居然受人之托，如今得有个交代啊！杀了！可那个丫头会精灵的，杀了有点可惜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着我喜欢她了，可她一个笑脸都不肯给我，还一心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把她睡了？哎，不行，他不行。我们草原的女人可以这样，睡在一起，日子一长，不情愿也会死心塌地。可她呀，她会死给我看。大王，秦王派来使者来跟我们谈赎人的事儿。秦王真的派人来赎他？正是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秦国使者张仪、雍瑞、嬴华见过义渠王。雍公子见过，算是朋友。公子华也是如雷贯耳。你是谁啊？这位是我们大王新请的客卿张仪。没听说过。哈，义渠人热情好客，可义渠王让我们站在这里，这不是待客之道吧？好，坐，都坐吧。上奶茶。你们今日来我义渠，有何事？义渠如今大祸临头，我是特地来解义渠之危的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说说，我义渠如何大祸临头了？1年多以前，义渠内乱，您凭借着老乌的帮助夺得了王位，但似乎您的叔叔到今日还逃窜在外。去年夏天，他带着财物去咸阳求见秦王，让秦王助他夺回王位，可惜秦王没答应。那又怎样？据说去冬今春，草原大旱，牛羊饿死了不少啊。恐怕接下来，义渠部族的百姓都得遭罪啊。眼下离盛夏还有些时日，这义渠王打算如何渡过难关呢？这是我们义渠人自己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不过按理讲，义渠也算是我大秦之臣，若真有求助于大秦，我大秦绝不会置义渠于不顾。哈哈哈，可惜呀，义渠王为了蝇头小利，竟然攻击大秦王后的车驾，实在是令秦王大为震怒。设想，倘若此时外有秦军讨伐，内有百姓灾荒，岂不是您的王叔重夺王位的最佳时机？再说，义渠王您毕竟年轻，在义渠部族里，您叔叔的威望似乎更为显赫些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你们秦人是要助我王叔与我为敌了？也无不可，反正义渠谁当大王与我秦国无关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
谁才是义渠真正的王？哼，谁是王，还是我们大秦说了算。有我在，看谁敢跟大王作对！你们劫持新王后车马，犯上作乱，没即刻兵戎相见，也是你们大幸。好我吃奶的小娃娃，来讨伐也是又如何？公子稍安勿躁，虎威将军火气也太大了点。来，喝杯奶茶。义渠人的东西口味太重，我喝不过。你放肆！我倒想尝尝。秦国眼下与赵国、魏国、韩国都不和睦，哪有心思来管我义渠啊？哼！如若不然，今日来的就不是你们几个人了，而是前来讨伐的大军了。说得好。是他告诉您的。老吴精明啊，难怪来之前就听说义渠实际上是老吴做主。张仪失礼了，哎呀，失礼了，老吴，失礼了。老吴视我如子，我视老吴如父，你这种挑拨没用。说吧，你们准备出多少钱来赎那个女人？义渠王是直来直去之人，张仪也就实不相瞒了。我们此行并非大王授意，乃是我新王后疼爱自己的妹妹，特派在下为特使，带上珠宝来赎回楚国的公主。岳公主，打死你个偷羊小贼！打死你！让你再来偷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声音？让你偷！听说是抓住偷羊的小贼了。那个小贼可狡猾了，我们以前这边常丢羊，还以为是被狼叼走了呢，没想到却是个小贼偷的，还是个被狼养大的小贼，带着狼群一块儿来偷的。带我去看看。偷羊，让你偷！我打死你个偷羊贼！让你偷羊！不让你偷，不让你偷！看我不打死你！这野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是偷羊贼。哦，哈哈。哎！你小狼崽子，你撒开！啊！你给我撒开！小狼崽子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！住手！你们也太毒了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们居然下狠手！怪这草原上贼人太多，你看看他，这么点大的孩子，比狼崽子还凶。贵人说的是，这小狼崽子一直在偷我们这边的羊。今年草荒，我们本来生的牛羊就不多了，他不仅偷，还带着狼群来咬杀我们的人。他才这么小，倘若做贼，那也是被逼的。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他不懂人语。不怕，你别怕。孩子不怕。我把这只簪子给你们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月公主这个簪子能抵过你们10倍的损失呢，还不赶快收下？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哎，大伙都散了吧，快散了吧！
你就是楚国的公主，王后的陪嫁。你是谁？在下秦国公子嬴华。原来是公子华，芈月有失恭敬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别怪子华多嘴。公主人兽不分，烂做好人了。公子睁眼看看清楚，这孩子到底是人还是兽？只怕是公子人兽不分吧。把他带到我帐篷里去。是。为了向秦国表示我们的诚意，我们劫的东西可以还给你们，但是我儿郎们总不能白跑，辛苦钱总是要给的。别误会啊，我不要珠宝，我只要粮食。本来我打算把那些珠宝和丝绸锦缎送到赵国邯郸去，换些粮食。粮食可不一般呢，要粮食需大王恩准。那得看义渠王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，能让我们大王恩准给你粮食。如果秦人真心与我交好，我可以答应你们，10年之内，我义渠绝不再与秦国为敌。就这一句？你还想怎样？我义渠人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善。王后的妹妹呢？那个别想啊，那个女人，我要自己留着当王妃。这就是义渠王的不对了，我们专程为他而来，你这样做太不够朋友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我张仪初担大任，没想到连王后交代我这点差事都没办成，真是惭愧呀。算了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将楚国的公主留下，那我们方才的交易就一拍两散。啊，我这就回去，您就只当我没来过。至于今年义渠部族的百姓过不了春天，又或是令王叔求到我们秦王帮他夺回王位，这一切跟我张仪都无关。哎，庸子，咱们喝了这杯奶茶就告辞了吧？啊，不行，那个女人是我的，我要留下来。老吴这个事儿你别管。庸公子，咱们不急，我看他们已经动心了。老吴，哎呀，庸公子，我看我们就啊，3000车，换那个女人。500车已经是极限，没有1000车，本王不换。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如果大王不想换，根本连这个价都不会出。800车不能再少了，600车不能再多。岂有此理！600车都不够我们熬到初夏的。怎么熬不到呢？600车粮食再宰杀些牛羊，不就熬到了吗？宰杀牛羊，那明年我们吃什么？义渠王与其把精力放在明年的牛羊身上，莫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义渠部族男女老幼已经饿空了的肚子上。杀了你！杀了我，今年义渠得死1半人，至少。你以为我们义渠人只能跟你们秦人做交易吗？我什么都没以为，我只是想提醒义渠王，这是眼下成本最低、最划算的生意。如果你眼下跟赵人合作，卖掉你那些抢来的东西，且不说路途遥远，光粮食在路上就要耗掉1半，更何况秦楚联姻，天下皆知，你抢来的那些东西在书简上都有清单。我看谁敢冒着得罪秦楚2国的危险收购你那些赃物，那可都是秦王后的嫁妆啊！600车，成，600车就600车。庸公子，大王英明啊！你饿吗？这里有热汤，还有烤饼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
喝口汤吧。月公主，你们秦国的人来了，要带你回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别怕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姐姐，你可以叫我姐姐。听说你救了个小狼崽儿，你还真挺像小狼的。你干嘛呀？你吓着他了。你怎么看上他了？他跟我弟弟一样大，我弟弟若是无人照顾，可能也会像他一样。你干嘛？哎，你放下他！放开他！你轻点儿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啊，他很聪明，通晓人的习性，应该是跟人一起长大的，只是这2年才混入狼群当中，跟狼一起生活。只要把他送回人群当中继续教养，他应该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。少司命保佑，可怜这孩子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小就有白头发，简直像小狼一样。我叫你小狼好不好？来，接着。回合只有300车粮食。先付一半，另外300车要等我们回去以后再送过来。给我。于公子，管子是谁？管子啊，齐国的国相，曾经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，成就霸业，是他独创的轻重术与盐铁法。来了。什么是轻重术？敛轻散重，低买高卖。管子曾使用轻重之术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将鲁、梁、莒、来、楚、代、衡山击垮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义渠盛产狐皮，如果我向大王高价购买狐皮，那么义渠的子民就都会跑去猎狐挣钱。到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大王点击兵马，发现所有人都去猎狐了，而此时正值有外敌入侵，该如何？如果大家都忙于猎狐，而不屑于放牧，此时我突然停止再收购狐皮，那么已经无人放牧的义渠又会怎样？饥荒。哎，那什么是盐铁法呀？如果大秦和其他各国联手，都不向义渠人出售盐和铜铁之器，那么义渠能挨上几年？断盐1个月，不足避乱。多谢雍公子提醒，我定不负与大秦的盟约。能否请问大王，为何突然对管子有了兴趣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张仪拜见月公主。张子，真没想到秦王会把这差事派给了你。是啊，想当初月公主发重誓与张仪永不往来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千里迢迢来义渠救我，我谢你。但我也救过你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啊，不，
我叔公主回去是分内之事，公主救我乃再造之恩，所以这辈子仗义都欠你的。回了咸阳进秦宫，说不定你和张仪还会经常见面的。张子错了，咸阳我会去的，但秦宫我是不会进的。月公主把话又说早了，身为陪嫁应妾进秦宫，理所当然。嗯。还想杀我？杀人是要靠机缘的。如果你还想杀我，就得祈祷长生天，让你我还能有机会再见面。既然已经做了一次好人，那不妨好人做到底，让小狼弟弟跟我走。这孩子是我们义渠的人，哼，他的事我做主。你想用小狼来要挟我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明日你们赶紧走人。虽然我们一群人不会轻易为一个小女子让步，但是买卖做完了，有后悔的事情是有的。想不到玉渠王是个用心很真的人。他说这些日子你在玉渠骑的都是这匹黑马，所以让你爸妈带走。义渠王送公主骏马，怕是用心良苦吧？马就是一匹马，听了公子这话，倒是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月公主，请上车。走吧。别叫，他走了。你看，他走了。她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，我头也不回的就把你抛下了。她说她是你姐姐，我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给。他在咸阳还有个弟弟，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。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。已经第3日了，女人那边竟然还在死撑着。反正解药已经没了，看她还能撑多久了。哎，那个草鬼婆不是说了吗？半个月后，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，想让这芈月做什么，她就得给咱们做什么。可她若真死了，事情该如何收场？扶阳宫上下都会知道。他是突发疾病不治而亡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
是母亲呢？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年前，我重伤后被唐夫人相救，伤好以后，唐夫人把我安排到了富阳宫。前些日子，魏夫人他们占了此处，我在这里做粗使，倒也没被他们认出来。偶然得知夫人来了，小的日夜盼望和您相见，只因把守太严，一直不得空。前日听说夫人病了，我没病，是魏夫人他们让人给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们怎么这般黑心啊？这可怎么好？前2个月，女医治出城采药被乱兵杀死了，不然他一定有办法。夫人，母亲拼了性命也要救你。这宫内外日日有人把守，恐怕你救不了我。何况那蛊虫，害得我日日发作，一日比一日重。只怕来日不多了。不会，我去找人帮忙。我去，对，夫人的弟弟魏冉将军，我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我也不知道此时魏冉身在何处。看情形，我是凶多吉少。夫人，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一定有办法救夫人的。我若出不去，你要想办法出去。把这东西交给雍大人。好，或者魏冉。或许有一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那人是谁？在咸阳东市，他是姓梁的，皮毛上骨。他是义渠郡的人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快去，母亲，快去，快去。谁呀？给义渠郡的一封急信。好，快进来。咱们这次去岳阳，离咸阳不远。公子持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再出手解决也有。也许有一日，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姐姐，岳公主也回咸阳了。真的？那得赶紧。赶紧什么？赶紧打探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什么意思？樱树上的话。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少在我面前卖弄。大王！去！大王，咸阳城传来消息。何事？是岳公主。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，危在旦夕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喜欢的女人？姐姐有难。五位白起，我们几个先去咸阳。夫人，武王后，会后那边来人说带了书信，还要见你们。哼，米叔终于还是乱了阵脚。姑母，你说是见还是不见？让来人把书信留下，就说我跟武王后此时不便，就不见了。是。米叔肯定是听到风声了。
他想立公子壮为王，又想让我们替他出头。哼，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从芈月那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手。是啊，时间紧迫，转眼已经10日。看着芈月日日被这蛊虫啮食，精神已经恍惚，髌骨支离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。这个女人好狠啊！让她再狠个3、5日，到时候姑母想让她做什么，她都情愿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一起人教，你放心，有我在。走，走。老婆，怎么样？我带兄弟们到那边放了把火，烧得好。我们走，走。姐姐究竟如何？老五，你告诉我，月公主她怎么了？蛊毒，我知道他是被人下了蛊，可总有救的办法。过去我们的人中了蛊，你也用桃枝、雄黄驱过蛊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办法呀，老吴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说？他还能活多久？只有5日了。将军，龙大人，怎么样？据说米夫人被劫走时已经病得很重。不过，那夜袭击富阳宫的竟然是义渠王的人马，所以我想将军不必担心，既然是义渠军，不会对米夫人怀有恶意的。一定要搞清楚缘由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快去咸阳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不能看着不管！快去！快去秦国！秦国有大难！姐姐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小狼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可是他在跟人说话呀！他在跟他自己说话。
老吴，老吴，起来！说，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姐姐？说，不说杀了你！快说！不管有什么办法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用我的命，我姐姐的命。什么？可以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？行，赶快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，来动手吧，快！是我吗？是不是？他究竟是谁啊，老吴？是谁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是谁能救我姐姐的命？你说呀！大王，若是有办法能救月公主，众人自然不会推诿。可是，一命换一命的事儿，老吴也没有把握。他说过，如果古虫不肯，即使强行施法，他也无法请出来呀。大王，这样反而害了月公主。那为的是，既然老吴说那个古虫挑剔的很，他一定会选中。反正不是你。大王，我虎威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可老吴一旦施法，那古虫真的硬了，他害起人来极其凶狠。那万一选中了谁？不是谁，那个人一定是我们部族里的男人，而且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大王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。这些人里也包括大王，这万一是大王，我们可连驱蛊的解药都没有啊！如果那个蛊虫选中我，就说明这个蛊虫有眼力，就说明我跟月公主有缘分。大王，但月公主只是一匹克马，你可是草原的领头骏马，你不应该为了她一个人去送命。她不是别人，大王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去吧。
就是顾冲不中意，那女人就没救了。可如果谁被顾冲看中了，岂不是没命了？一命换一命呗。顾冲，你看我年轻力壮的，你来害我，不要害你夫人了。该轮到我了吧？别人都行，唯独大王你不行，你不能冒这个险呐！不可能，大王，不可呀！为何呀？大王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啊！大王，你别忘了，这个顾冲挑剔的很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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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！大王，大王，不可呀！大王，给我，让我抓吧。如果我抓到了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会抓到，还是因为我注定会抓到？那就少废话，拿过来。我的部族百姓能做你们的大王，我知足了，大王。老吴，我的运气不错，你安排吧。
听得见吗？你真的听不见？你一点都听不见吗？那帮家伙把你害惨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他们落到我的手里，我一定抽了他们的筋，扒了他们的皮，我要把他们的骨头都敲碎了喂狗，然后把他们的眼珠子一个一个挖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手和脚都剁了，然后把他们的肉煮成汤。那种汤喝不得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，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。你不是小狼，你是白起。对，姐姐说的对，我是白起，我不是小狼弟弟，我是白起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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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老吴呢？老吴这个老东西死哪儿去了？老吴哪儿去了？他把蛊虫引到大王身上，就撒手不管了。他想眼睁睁看着大王去死吗？将军息怒了。老吴为了救义旗军的性命，已经去想办法了。他想什么办法呀？快呀！老吴和将军一样着急。听说这蛊虫换人附体后，已经疯狂，必须在12个时辰内把蛊虫杀死。哎，快！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怎样杀死那蛊虫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像是说，要把昨晚那个汤锅里的汤水，加上雄黄、蒜子、菖蒲，用桃汁燃火，一直烧，待那汤锅烧干了，那蛊虫就死了。啊？那既然如此，咱动手吧。对呀。就是桃汁，来，快！将军，将军，啊！将军还是等老吴回来，才动手不迟啊。等什么呀？你别看大王痛苦难忍吗？早一点杀死那蛊虫，早一点解救大王。不跟你说了，咱们动手。对，来，走。姐姐在找什么？姐姐原有一只簪子，该是在木心那儿吧？是这只吗？木心见到我的时候，把它交给了我。此物件，在别人手里无甚大用，在我这儿，却是如同性命一般。姐姐若要是喜欢的话，弟弟下次出去给你弄个10只8只的，然后送给你。我被人下蛊，无医药可治，只有等死，怎会一夜之间就虎口残生了？是老吴，老吴用巫术救了你。过去见老吴蹦蹦跳跳的，只以为他是拿来唬人的，谁料竟有回天之力。姐姐这次若没有大王，总之，姐姐是幸运的。毒蛊阴损，防不胜防。儿时我在楚国，楚地有一种用花放蛊的巫蛊，叫秦蛊。此花以养蛊女子的血肉培植，3月开花，极其艳丽。养蛊者采下蛊花做成秦蛊，养蛊女子会在自己钟情的男人身上下蛊，中蛊者不得再思恋其他女子，否则蛊虫就会啃食他的心，叫他痛楚难忍。这种情蛊没有解药吗？解药便是那养蛊女子的性命。养蛊女子若解了情人身上的巫蛊，那她自己也活不成了。养蛊者一定是用情之深，
一命四顾，孤方能成。孤子倾国，世间罕见。姐姐，大王中蛊了。你这是在跟我打趣吗？姐姐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康复的这么快吗？才刚过了几个时辰，是义渠王用命救了你。姐姐中蛊太深了，本是无药可治的，可是老吴想出了用以命换命的办法，可是那蛊虫却偏偏在众多人中选中了大王。你说以命换命？如何换命？老吴施法，让大王把蛊虫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蛊虫到了义渠君身上，那义渠君岂不性命攸关？他此刻在哪儿？在老吴的帐篷里。你带我去，我要去看他。姐姐，你病没好。姐姐，姐姐，继续下头吃。让你嚣张横行，放到我虎威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义渠君好像情绪不好。定是那蛊虫在作怪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快，国家头师把火烧忘了！看你蛊虫厉害，还是我虎威厉害？对，得烧死你！烧死你！烧死你！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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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大王？老吴，义渠君怎么突然不好了？有正午，为何要等到正午才能点火？哎，早点火早收拾那蛊虫，如何不好？将军，将军，老吴说什么了？完了！点火早了，大王的阳气不足，非但没有烧死蛊虫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是我害了大王，老吴，怎么办？老吴，怎么办呀？是我害了大王，你让那蛊虫来找我，我替大王偿命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大王，老吴，大王醒了。大王，不怪你，大王，大王，木西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夫人，老吴本来有法子杀死蛊虫，救义渠君性命的，但因为我们在正午前点了炉火，没伤到蛊虫，反而害了义渠君。义渠君眼看不行了。义渠君，是我。芈月在这儿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男子，你不怕死，你更该活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未了，怎么能撒手而去呢？义渠君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定的，幸好你能留下。什么命定的？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也就那么多。
吗？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易曲曲，你说过我是你的女人，你还委屈我，如何让我做你的女人？啊！易曲曲，你是说我要能活着？你做我的女人。你越当众发誓，只要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你听到了吗？说话算数，做我的女人。算数，易曲曲。易曲曲，易曲曲，老五是正午了吗？快看看，快看看！大王是正午了，是正午了，大王是正午了。莲花，我今日要跟他拼了，非他即我，性命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吴，点火！老吴，快点火！快，点头去，走，快！易曲曲，你放心，玉儿就在这陪你。易曲曲，老吴。
能确定你还活着。老吴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准备给大王娶亲吧。哎，老吴，你不高兴啊？老吴，哎，这个老东西。胡一将军，义渠君怎么样？啊，大王好多了。吉人天相，太好了。对。既然义渠君好多了啊，老吴为什么不高兴？嗨，我刚一说月公主要嫁给我们大王，哎，他就愁眉苦脸的。米夫人要嫁给义渠君啊，真是不行，确实不行。哎，不，过来，去，你怎么也这么说的？你也是亲耳听见那个月公主要嫁给我们大王的。那米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啊，公子季将来是要做我们秦王的，米夫人绝不可嫁给你们大王。为什么就不能呢？你知道吗？这失去首领的部落，别人会像狼群分肉一样给分吃掉的。这草原上的部族首领要是死了，他的女人就赶紧带着孩子和部族嫁给另外的首领。这我们大王可是草原上最出色的男人了，有他给你们月公主做靠山，这不好吗？月儿，你做了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苦。你不信啊？我也不要你再为我吃苦。我想好了，我要为你做件大事。你是想下聘吗？行6礼，告诉我，你要给我多少牛羊，多少马匹？我知道你喜欢骏马，我会把我草原上所有的骏马都送给你。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秦国。你没有跟黄公子回楚国，却跟继儿不顾风险，千里迢迢回到秦国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秦国的天下吗？你在不省人事的时候，嘴里还一直唠叨2个字，就是秦国。你说你要给我秦国？对，你们秦国的武王荡死后，秦国4分5裂，一盘散沙。眼下正是个好机会，而我的义渠已不再是过去的义渠，如今凭我的实力，足可以帮你跟孩子夺回本就该属于你们的天下。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哼，当然是不容易啊。但动用我义渠的倾国之力，全部兵马，此时此刻拿下咸阳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虎威，你在外面装什么鬼？虎威禀报大王，有人即刻要见月公主。公主正忙着呢，不见。这恐怕不行吧？本王说行就行。那可是月公主的弟弟魏冉将军。小冉，小冉，姐姐，姐姐，小冉想念姐姐。小冉，快起来！姐姐无恙便好。听说姐姐被那魏夫人所害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亏得义渠君舍命，救了姐姐。义渠君义薄云天，小冉以后定要好好报答他。继儿如何？雍大人他们如何？姐姐放心，继儿和雍大人在一起，一切安好。只是这咸阳城内的形势紧迫，楚离子和雍大人已经联络了众多的朝廷重臣来拥戴公子季，但眼下
咸阳城内的王军和禁军仍然掌握在会后芈姝手里。我们的兵马不多，若是真动起手来，并无一击必胜的把握。是啊，那定是一场恶战。咸阳内外必定血流成河，伤及无数百姓。小然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若是能不动一兵一卒，便占领王宫，进而拿下咸阳，这岂不更好？若真有这样的办法，当然是好。只是这咸阳宫的城墙高大坚实，把守严密，易守难攻。除非有一个诱饵，引诱芈姝主动打开宫门，我们才有胜算。小冉觉得，姐姐这个诱饵如何？姐姐若是自投罗网，芈姝一定大喜过望。不过如何安排，我们还要花一番心思。咱们再细细筹划一下。这件事，定少不了义渠君鼎力相助。眼下要紧的是，你要先稳住芈姝和魏夫人那边。你最好先放出风声去，让他们知道我又被义渠人给抓获。会后，这是太医新给您开的方子，您服用试试。拿走，没有用。会后，那治病的药引子都不在咸阳城里，太医再换方子也是无用。会后，您说的是什么药引子？那遗诏在哪儿？公子骥在哪儿？还有那个芈月，都在哪儿？那魏仪有回信吗？还没有。当年当儿不听我劝告，硬要娶这个妇人，如今留下后患。我已然允诺他们，只要当儿的后人是个男儿，就立他为太子。他们还想要什么？他们说，历来历去太过麻烦，所以让会后再等些时日。若王后产下一个男儿，直接立他新君便是。何苦烦劳公子壮节外生枝？做梦！他们都是做梦！拜见会后。甘相，又有什么坏消息？是好消息。说。微臣刚刚得知，不久前芈月被义渠人抓走，眼下正扣押在义渠君的老营里。义渠君，就是10几年前劫持我楚国送亲车马的义渠君。正是。消息可靠？确切无疑。这义渠君卑鄙狡诈，这些年没少跟秦国作对，骚扰边境，攻伐城池。当年他用芈月做筹码，向秦国要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匹，尝到了甜头。这次他又要做什么？自从遗诏的事在朝堂上下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都在打芈月的主意。义渠人唯利是图，肯定知道芈月价值连城，所以跟着一起搅浑水。还有，冬天快到了，那是他们义渠人最难熬的日子，想必他们想借芈月的身价敲诈一笔，也好过个富足的冬天。哼，这种人见利起义，既然他贪，就给他点甜头，让人带话，
只要他肯把芈月交给我，赏粮5000车，绢1000匹，10000金。我已经把东陆公主送回去了。她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一句话就不要了？哪是一句话呀？那是成千上万的财宝跟牛羊，让他的族人无话可说。那他也无话可说。他是解脱了。这么多年，其实他知道我心有所属，他心里也不痛快。不会有一日，你把我也退回去吧？你，哼，你我可对不起啊！你太珍贵了，总不成我把这整个草原都赔给你啊？鱼儿，你看，那有2只大雁，我把它射下来好不好？哎，不好！那雁一大一小，想来不是母子便是父子。他们与同伴失散，已经孤苦伶仃，何苦还要再伤他们？鱼儿真是慈悲心肠。我只是触景生情罢了。你在想你的儿子？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等你们团聚后，我们一起把他抚养大。将来他当秦王，你是母后，我是秦王的继父，你我共掌义渠跟秦国的天下。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听说芈叔那边派人来了。对啊，他好大方，又给金子又送粮食。你说我是应还是不应？不要即刻就答应他，就说除了粮食金银，还要大秦的城池土地。哇，哈哈，月儿，你比我胃口还大呀！要让对手看重你，就不要让他觉得太轻易就能降服你。好，那我可就漫天要价了。这样才能让他肉痛，并能知道你的诚意。老吴，你为什么不赞成我许月公主？你知道我将她搁在我心里很多年了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老吴，这是桩划算的姻缘。按规矩，大部族的首领死后，谁娶了他的寡妇，就等于接手他的部落，他的儿子也就成了继子。我现在要娶的，那可是大秦国王的寡妇。我要让月公主的儿子，我的继子当上秦王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秦国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老吴，老吴。老吴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！我娶了我想要的女人，义渠有了永久的粮仓、兵马和铁器，于我于义渠都是天大的好事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赞成啊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呀！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啊！上次这富阳宫被义渠人放了一把火，幸亏救得及时，眼下还能凑合住着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咸阳宫。快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腰上的这个累赘就是咱们大秦的新君。等他做到宣誓殿，咱们就可以搬回披香殿了。那回了咸阳宫，会后是不是也该搬家了？你想让他搬到哪儿去？谁管他搬到哪儿去？还只是更喜欢交房殿罢了。那时候，你喜欢交房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只是眼下，你我更要当心。眼下就是害怕芈叔那边横下心来，孤注一掷，
收拾了芈月，再拿我们开刀。你是说他会在你生下孩儿之前强行立公子壮为王？是啊，如果那样，这肚子也救不了咱们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羊汤止沸，沸乃不止，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。外臣杜景拜见义渠君。义渠王。啊，对，外臣杜景拜见义渠王。少吏。会后说1万金先奉上3000金500卷，余下的等芈八子进了咸阳以后再行奉上。快，这15个城池的印玺和地图，请义渠王查收。这人贩？哼，什么人贩？你们答应的5000车粮食、1000匹绢，还有1万金，怎么眼下就这么点东西？我大秦一诺千金，怎会赖你东西？你们秦人向来诡计多端，说一套做一套。那大王说该怎么好啊？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滚，送客。是。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大王，要不这样，由我们的人押送人犯，到了咸阳城之后，等会后把承诺我们的粮食和金银全部给了我们，我们再把人给他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亲自带人过去，把会后说的东西运回来。这恐怕……怎么不肯啊？我告诉你，等着跟我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，眼下就有比你们会后出的价钱高得多的。好，就照义渠王说的做。不过义渠的兵马进城不能太多，免得误会。千万不要引起兵乱。那是自然。杜将军，这次你亲自把芈月押送进咸阳城，会后定有重赏吧？会后待下人一向慷慨啊！当日我将芈月押至燕国做质子，回到咸阳以后就赐我个郡位，银印亲授，制笔2000担。这次嘛，少不了又是个郎中令的爵位，了不起啊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魏将军啊，你将才难得，若有投靠王后之心，在下愿意帮你引荐。有劳杜将军了。不敢当，在下也是托你们大王的福气，才能有着荣华富贵。义渠君，他先一步进城，安排鱼儿如何养功，说在宫门口会合。什么？昨日公子壮离开了他的住处，不知所踪。他手下的人说，他收到了一封书信，然后就出门了。谁送的书信？公子壮是未来的秦国大王，出门怎么会没个跟随伺候？会后，甘相来了。会后，免礼。甘相，我刚刚听说魏夫人和武王后已经答应与我们联手，并说他们有一份大礼要送我。甘相看此事，此事来得突兀。那武王后没有几日就要临产，他们一直想借婴儿一步登位，怎么骤然改变了主意？会不会是他们听说芈月在我手里，公子壮登基已成定局，顺水推舟？也有道理。会后擒住了芈月，魏夫人和武王后主动归附，这算得上是双喜临门呐。那个义渠君此刻在何处？在大殿外等候。宣他进殿。慢。会后，想那戎狄野人哪懂一点礼仪规矩，必须调些禁军进殿，以防万一。宣
渠君进殿觐见会后。不必多礼。这位是我大秦的干相，义渠君。本王孤陋寡闻啊，只知道大秦的国相是出离子，原来还有位什么干相。久仰义渠君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英雄好汉。本王也久仰惠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却有些意外。此话怎讲？惠后与那芈月本是同胞姐妹，长得也是慈眉善目的，怎么感觉会如此不同啊？那芈月与我是同父异母，从小无人管教，所以与我大相径庭。哦，果然是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。义渠君说得好，我以为义渠君准备好了粮食，还有金和绢，就由义渠君带人去王库直接提取。只是这芈月，放心，会后坦诚相待，我义渠当然要言而有信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义渠君，这芈月乃我大秦朝廷重犯，却身无镣铐束缚。你们义渠人对待人犯，是不是太过优渥了？那要看他身价如何。如今的芈月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芈月妹妹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惠后惦记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日我苦等良久。我也曾揣测过再次与你见面的场面，没想到会是眼下这般情景。让姐姐好好看看。自打6岁，在父王的大殿与你相识，转眼快30年了。物是人非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有今日，无论好坏，都拜你所赐。怪只怪老天，让你我相生相克。既然姐妹一场，此时你若心生悔意，跪倒在我脚下向我告罪，我虽饶不了你的性命，但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仍然掌控不了大秦的天下。你别拿先王的遗诏吓人。我已调查许久，若真有那遗诏，早就出头露面，有迹可循。我也曾想过，或许遗诏在你那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只要你死了，那遗诏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，销声匿迹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。咸阳城在我手上，所有的王军和禁军也受我治辖。魏夫人和武王后也将归顺于我。只要公子壮顺利登基，其他的人只能顺应大势。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弟弟魏冉会来救你，我即刻下令发兵围剿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去黄泉路上与你作伴。你做不到。能否做到？反正你是看不到。
芈姝，可怜你愚钝如此，你本非歹毒之人，却为了点滴私欲，弃明投暗，偏偏一条路越走越黑。你害了你的孩儿嬴荡，更害了大秦。先王若是地下有知，如何饶得了你？好个芈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！珍珠，张嘴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义渠君，会后你不要忘了，芈月眼下还是我的人。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了你。这芈月是我大秦的囚犯，带着你的人，全都给我滚出宣誓殿！大秦乃礼仪之邦，会后是你请我来的，就不该轻易下逐客令吗？啊！你还想做什么？把这些义渠野人给我撵出殿去！你们这是逼着老子翻脸了是吧？在下早就想领教义渠君的身手了，请来。会后，会后。武王后和魏夫人给会后送的大礼到了。他们送的什么？让微臣替会后看看。有劳了。衣物？谁的衣物？是公子壮的。冯家，昨日是谁给公子壮送信的？正是小的。他们把公子壮弄到哪儿去了？小的只是奉武王后之命行事，公子壮出宫之后的事，小的一概不知。好你个冯家，我待你不薄，提升你为患者令，你居然忘恩负义，卖主求荣！会后此言差矣，小的的主子早已是武王后，小的对武王后始终不二。大监冯甲，恭迎武王后魏夫人进殿。你们这两个犯上作乱的东西，也敢走进宣誓殿？快把这几个贼子拿下！谁敢动？武王后怀的可是大秦的储君，有2个脑袋的，过来试试。义渠君，会后答应给你的东西，我们一样不少都给你，再加万金。你把芈月交给我们如何？那你先把你的万金抬上大殿再说。我们武王后拥有大秦天下，哪儿在乎这点金银？快来人呐！把芈月用链子锁起来，关进囚笼。放肆！芈月是会后想要的人，岂容你们染指？抢人呐！你不看看老子的剑，答不答应？至于会后，武王后马上就要生下武王的子嗣，你也该交权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会后没法子，会后再过几日，这宣誓殿就有新王了。哎呦！我殿下，魏夫人，还等什么？即刻将人抓起这些妖言惑众、企图篡位之徒！干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新王即将登基，武王后对每一位老臣都寄予厚望。你们把会后请回交皇殿，这宣誓殿也让他坐得太久了。会后乃先王遗孀，你们休得无礼！谁敢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
胡卫在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好啊！先将这个阉人给我拿下，他敢冲撞贵人，拔了他的舌头，再关到囚笼里去示众。是。王后，魏夫人，住手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哦，这狗还有主人呢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谁是它的主人。站出来，我连它主人一起打。嘿嘿，怪吧，王后，魏夫人。好，王后，义渠君仗义直言，我定会有所回报。不必了。楚离子，进来吧。楚离子，司马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臣奉先惠文王遗诏，迎新君继位。甘相先前一直尊芈姝为惠后，何以又尊我为惠后？芈姝失德，当废尊位。如今大王正位，当尊您为正位，为母后，复先王氏为惠文后。芈月最恨人云亦云。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，那芈月懒得去争抢，还是免了吧。我们做臣子的，总得给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。尊不尊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臣以为，芈姝以惠文后身份行令数年，未免混淆，当为芈夫人另拟一尊号。臣赞同雍大人之言。臣也赞同。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，臣也赞同。既如此，不知诸卿拟何尊号？武王以君王之尊而效匹夫之举，因之殒命，令得秦国大乱。此乃芈姝教子无方，有失母德。想当年周武王英年而逝，一下成王年幼，幸得母后王姜辅佐，匡正王道，从而成就周氏江山数百年，至今不灭。周氏三母称太任、太姒、太姜，臣以为当以太字为尊号，称太后。太者大也，也作太字，而以为形容未尽之意。古以太字为最尊，王之楚为太子，王之母当为太后。臣以为芈姝有失母德，太后当尽母职，待王摄政以匡正王道，行古人未行之新政。故建议自今日起，王之母当不负前王谥号，另行单独称为太后，不知可否？臣以为魏冉将军、雍瑞大夫所言甚是。楚离子以为如何？臣但遵王意。既如此，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。寡人年纪尚小，为了大秦王业，当由母后临朝称制，代掌朝政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芈月愿与众卿携手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兴我大秦王业，兴我大秦王业。公元前306年，在魏冉和初里吉等人的支持下，秦昭王嬴稷登基。因其年幼，其母芈月听政。自此开端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太后。
芈月开始了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，史称宣太后。